地铁里女人感觉自己就要生了，但她并不是在繁衍后代，却是要生出幼年的自己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她是女儿的灵魂，妈妈的身体。一声痛苦的尖叫过后，自己就这样被自己生了出来。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让人难以接受？可实际发生在她身上的诡异事件还远不仅于此。顶着泡面头的娜迪亚正在举行她38岁的生日派对，中途下楼买草料的期间却发生了意外。卧槽！他既然没有死，而是回到了派对的洗手间。他认为是更年期产生的幻觉，但发生的一切又是那样的真实。于是他丢下朋友，在公园里思考着刚才发生的事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手里的猫镜突然不见了，随后四处张望，寻找着猫的踪迹。那曾想不小心失去平衡，掉进了池塘。画面一转，他又回到了派对的洗手间。看来这一切并不是幻觉，而是真实存在的。面临重复2次的台词和表情，他明显表现出抗拒和不耐烦。不过眼下他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并且想办法避免再一次的死亡轮回。随着感痛了量一下，我必定弄死你。既然走不出派对，那索性就留下来，好好享受这无限循环的38岁生日。天亮后，他突然想到了防火通道，没想到走这里果真没事。可就在他认为一切循环结束了的时候，这次循环她彻底崩溃了，而她把这一切都怪到了闺蜜的头上，因为是她建议自己召开的派对，就连地点也是闺蜜精心挑选。可愤怒并没有改变命运齿轮的轨迹。娜迪亚结合前几次死亡的经验，成功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将死亡循环的事原原本本告知了心理医生的外婆。可迎接她的不是家人温暖的拥抱，却是送往精神病院的救护车。反正在哪都是一个结果，也就无所谓了。结果毫无疑问，她又在同一地点复活。如今面对这一切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也不准备做无谓的反抗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推动了后续的剧情。电梯突然发生故障，其他乘坐者都拼命的呼救，唯独他和另外一个男人冷静的一动不动。听到对方的回答，他眼前一亮，难道还有和自己一样循环死亡的同类吗？